嗱，今期又帶大家去睇一個總價100萬起出頭少少就可以買到中山嘅市區裝修樓咯。嗱，呢個樓盤咧仲送車位同埋家電添，項目咧係正中位於我哋中山石岐區噶啦。配套方面，落樓50米就有一個菜丁市場，開車9分鐘就可以去到近日開業嘅一個山姆大超市，超級方便。6分鐘可以去到我哋嘅歡樂海岸，10分鐘仲可以去埋我哋嘅興中廣場嘅步行街啦。咁過去石岐大順都好方便。咁交通方面咧，亦都好方便喎。北外環咧轉個彎就可以去到我哋嘅深中通道，直接去到深圳。咁跨境大巴嘅一個距離咧就只有800米左右咧，所以咧翻香港咧即係隨時搭趟車就可以走得啦。咁重點睇下呢個110方嘅3房2廳南北雙陽台嘅戶型啦，入門嘅呢個位置大玄關位咧都係送嘅喎，而且仲可以見到罕見嘅個雙嘅大窗口嘅一個設計啦。咁廚房聯通雙戶陽台咧就足夠用噶啦，客廳咧就開間咧就夠晒大啦，而且仲有一個超長嘅一個陽台可以連通埋另外一個嘅客房添。咁生活區咧中規中矩啦，重點係房間夠晒大啦，主人房入邊咧仲可以做到步入式嘅衣帽間。呢個項目咧限時優惠10套嘅優惠清盤價啦，咁仲有1年嘅車位同埋全屋嘅空調可以送添。咁揾我哋嘅話，仲會有額外嘅個折扣添。想睇上盤嘅話，就記得關注我哋啦。